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头拄仔所读的经句讲，知识会带来什么？自高。啊，若要建立德行呢，爱用什么？仁爱。所以会记一咯，咱是要建立德行，德行应该爱用仁爱。总是假使咱只有用知识，咱所带来是啥物？自高。咱今仔日那个是不是没有差？那个，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伫路加福音16章。啊，其实今仔日所读的即个圣经节，我毋知影咱过去有偌济人读过。啊，你读了，你有感觉足奇怪无？其实今仔日读的即个圣经节，毋是介好理解，因为今仔日的读的圣经节真特别。你若是摕和合本的圣经，或是摕台语、汉语本白话字的圣经，伊即16章内底，伊甲你讲的是即个叫做不义的管家。伊叫做不义的管家，但是后来得到伊主人的保乐，是安那不义的管家会得到主人的保乐。即个故事，耶稣所讲的故事一开始，伊讲到有一个财主，伊有一个管家，啊，即个管家无认真，即个管家无忠心，所以有人甲伊告即个管家讲，伊拢浪费财主的财物，意思就是伊无好好啊管理。伊有可能用伊主人的物件，啊无细致、无注意、无好管理，所以股票损失一大堆。啊是伊挪用公款，转甲遐个钱摕去买游艇、买汽车、买了，趁着钱较转来补。伊有可能伫即方面有欠缺，所以伊去用告讲吼，伊浪费主人的财物。伊嘛有可能应该爱好好将伊主人的钱会当。1000个趁1000，2000个趁2000，但是伊无，伊伫迄个中间1000个趁500，趁到尾仔剩30。伊因为安尼互告，所以财主甲伊讲，我要甲你死赔，你嘛搁做我的管家啊，你的绩效不好，这个专业经理人做得不好啊，所以伊就要甲伊死赔，换即个经理，结果即个管家会惊袂？会惊袂？袂惊哦。你讲会惊嘛对，你讲袂惊嘛对。即个管家伊全想的讲啊惨啊！即声要互死头路啊！安尼我的确爱来做一个什么代志的，所以决定安怎？伊足惊讲伊过无头路，全去做乞食。圣经内底讲。要去掘土，要低头掘土，无气力啦。意思就是要去做工，无力啦。啊，若要做乞食咧，面皮收补啦。所以安尼也袂使，安尼也袂使。所以决定安怎？伊决定讲我的确爱来做一个什么货，然后当我无做管家的时候，遐个人会请我去因兜，甲我接待，啊，甲我供养。所以即个管家做啥物代志？即个管家做啥物代志？伊全甲遐个人欠伊主人孝的人叫来，啊！你欠阮主人偌济？100桶的油，来坐落来写咧，写偌济？50桶。100桶的全来叫伊来写50桶，我甲你减一半。啊，然后100码100迈的100码。来，坐落来，写偌济？80。哇，这够做生意无？嘿，100个减一半打5，拍5折，啊，另外一个拍8折，所以拢总甲减起来。台语有一句话，讲摕别人的物件咧做阿哥啊。啥物意思？就是迄渔网人真好，啊，对待人足慷慨，袂当生，啊，所以我专徛伫顶悬讲，来，今仔日下暗迄落来互我请恁食饭，
全少少会对伊望因兜全去。所以吼，我请大家食饭，什么人出钱？伊望出钱，安尼好无？好。所以就是用别人的物件在做歌啊，然后我用伊望愿意欢喜出钱，因为伊对大家真好。所以我伫迄个中间吼，全来分吼，迄拢伊的钱吼来分吼，分的，咱大家有通食，有通用吼。恕我穿，恕我食，恕我穿，恕我欠钱免还，所以迄真好。所以即个管家伊嘛共款安尼做。伊捡去的钱，敢是伊的钱？毋是，主人的钱。但是真趣味。假使你有即种的经历，你有即种的管家，你会欢喜袂？绝对甲讨倒来，对绝对甲讨倒来。你甲我的钱吼，全安尼甲我开去，我绝对甲你讨倒来。迄钱是我趁的，毋是你趁。但是无拍算，咱的圣经在内底安怎讲？咱的圣经在讲，即个主人既然去讹落伊即个管家，讲你甲伊讹落伊啥物？爱注意哦，伊到底讹落伊啥物？那是和合本的圣经甲伊讲，今世之子应付自己的世代，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。意思就是讲，即个管家。真够变通，真够变巧，然后伫伊所徛的世代，伊会当将代志处理了足好。我毋知影你读即个圣经节读到尽，讲甲尽，你感觉即个经节到底在讲啥？若是我完全回去。一开始咱讲即个管家是安怎？是开因头家的哦，钱拢甲开去哦。100个写58，100个写80哦。但是到伫即个所在，是安怎主人变倒甲讹落讲讹落即个管家咬有巧，问题到底出伫倒？假使今仔日即个圣经节，咱若无真细致来看，有时咱会回去。那安尼，耶稣讲即个比喻，是毋是要甲咱讲爱较简的？是安尼吗？伊毋是教咱做光明之子吗？但是伫即个中间两个名词，一个是今世之子，就是活伫世间的遮个人，应付家己的世代比光明之子搁较精明。但是圣经毋是一直咧甲咱教爱做啥物？光明之子吗？听起来亲像今仔日个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表现了较好。所以咱来问伊学习，讲爱学习对一半，问题是安怎学习，这是咱今仔日的重点。即节的重点，若是到伫第9节，伊有讲到一句真特别的话，伫咱16章的第9节，伊讲到，我用和合本的来读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。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远的住处去。这是16章第9节所写。这句话是一个真关键的结论，这是一个结论哦。但是趣味的是，什么叫做爱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？咱的圣经内底真少教咱投机取巧。咱圣经内底一直咧甲咱教讲，你行事，你的行为着爱亲像光明之子，爱无通嫌，伫台面顶，伫台面骹，拢爱无通嫌。但是今仔日第9节的结论，既然是甲咱讲，爱用迄个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。啥物会叫做不义的钱财？啥物会叫做钱财无路用的时，因会当接恁到永远的徛去。若是有的圣经是写账目，账目意思就是那个会当后世人会当大的所在，那个账目。伫遮的不义所讲的是不忠。即个管家伊无忠实伫伊的主人，伊无好好尽伊的头路，伊无
做伊的工作做好势。伊凊彩开、凊彩用，甚至到落尾100会变50，这是所讲的不义。但是伊去用讹落的是讹落伫地，伊毋是讹落伊讲伊不忠，即个管家袂歹，毋是，伊是去用讹落讲，即个管家真够拍算，因为即个管家用因主人的钱，在建立伊家己未来的拍算，所以伊受讹落的是即个所在。听了火气的野手，你若听了火气的野手吼，我感觉你才是正常。啊，你若甲我讲你听有吼，老实讲我也无啥相信，因为即阵无好理解。两者啥物货？帆船、逆光，帆船一只爱偌济？是咧，讲啥物？50万哦。啊？这是大只的帆船哦，大的帆船，啊，你若是你有单轨、双轨吼，应该无俗吧？我毋知影一只爱偌济，这应该是无俗啦，这足远翕的啦，这用手机翕的，所以迄个效果无介好啊。两只帆船，我毋知影爱偌济钱，可能真侪人真心善，会当有帆船。看有清楚，这两只帆船是玩具帆船，遥控的人伫遮啊，即世人伫遮啦，啊，所以这两只船啊吼，差不多到腰的悬尔啦，啊，若50万加币吼。你听好，甲我讲，我卖你啦。有时啊，咱用目睭看袂准；有时啊，咱用目睭看，无法度看到问题、代志的真相。有时啊，咱敢若用一种的想法，想讲帆船应该足贵。我的想法就是安尼，应该足贵。所以我会想讲，伊可能爱50万一只，100万一只。但是无想到讲，即只是啥物玩具船？有一个故事安尼讲，动物园里面的袋鼠跑出来，管理人员认为笼子太低，收过低啦，所以去互即个袋鼠全跳出来啦。所以伊全将伊的墙围墙，甲伊起到20公尺宽，安尼有够无？那根据这个故事无够啦。第二天，袋鼠还阁是走出来，所以伊阁将这个围墙起到30公尺悬，有够悬无？无啦，无够悬，因为第3天袋鼠走了了，所以这个管理员全生气，好，既然安尼甲我糟蹋，所以我一摆甲你加到100公尺悬啊！代志解决了未？是安那无解决？你讲要看卖，这些人会不会再继续加高笼子？笼子会不会再继续加高？看关伊起来未啊？结果问题出伫对。袋鼠讲会不会再加高笼子？很难说。如果他们再继续忘记关门的话，你门没有关，围墙再高都没有用啊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无看到问题的关键伫对嘛，因为无找到代志的关键伫对嘛，所以当咱用咱的想法，用咱的意思，伫遐咧摇，伫遐咧讲的时，甚至是只有用目睭来看的时，咱常常会失错，咱会看唔到，咱的目光收底。咱无法度去看到事情真实的一面，至到咱无法度用正确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。这件是啥？啥物？厕所。三仔做的哦，这伫美西哦。伫咱北边，对遮北边去，
爱过火死，爱过火死。哎，即间厝闻着真香，因为伊迄茶真好，所以伊有迄个香味出来。所以我迄阵去爬山，看到即个足好奇的，想讲哇，即栋毋知是啥。啊，若是我伫台湾的经验，我会晓讲伊是山上避难的小屋。因为台湾爬山拢是避难小屋，讲是叫做避难小屋啦，但是台湾山顶3000公尺去爬山的避难小屋，有诶起了袂歹，因为伊用的茶足好，即个嘛是茶足好。门开了入去，内底是啥？便所。有可能咱伫遮住真久，你若有机会去爬山，啊常常出去佚佗去行，咱可能会认捌着讲啊，这是美食性伫遮所起的迄个真有价值、真有迄个水准的迄个便所。但是若是我当来无偌久看到这，我真正当做伊是避难小屋，门开了入去才知影伊是便所。问题是，当你无开门的时，你毋知。问题是，当你敢若用外口咧看的时，你无法度知影内底是啥物。佮学了甲会搭子哦，因为伊用的茶真好，这伫台湾算真罕见。台湾无遮济遮尔好的茶。含拄仔咱咧讲16章第9节，迄个所在所讲的，迄个经节，爱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。到钱财无用的时，因会当接你去到永远的徛起的所在。我想伫即个中间，有真侪神学家伫遮提出3种解说的可能性。对一种是真的，我毋知影，因为拢有可能，咱来看。第一个，伊讲用不义的钱财是要结交天顶的朋友，讲的是啥物？讲的是为主做工。即种的解说真好。就是要为着天顶的事加做主的工，会当去起做天堂，会当去起做上帝国，会当伫迄个中间，等钱财无路用，我需要放手的时，天顶的主将我接去，安尼有好无？我想即个解说袂歹吼，会当接受。假使用不义的钱财，不义的钱财是啥物？是你地面上的钱财。迄个不义的钱财所讲的，就是伊的对象是世间人，毋是天顶的阿爸爸上帝。伫即个中间有一个真特别的解说，当咱圣经内底咧讲着财富，咧讲着钱财，对旧约开始，即个钱财甲财富是你的吗？若是对着犹太人的信仰，也是对咱基督教的旧约开始讲的话。即个钱财毋是你的，即个钱财是上帝交托你的，爱你好好管理。所以你甲我是啥物？是管家。意思就是讲，伫咱中间有真济伊所需要管理钱财资产的人，有诶爱较认真诶，因为迄个财富真济。若有诶人，就较毋免为着这来烦恼，是安怎？因为三顿有够食。三顿有够用就够业。伫即个中间，伊所讲的即个钱财，毋是咱的，是上帝。所以当即个钱财毋是对着伫上帝的时，伊叫做不义的钱财，因为伊是上帝地面上的。那安尼，用咱地面上的钱财来结交天顶的朋友，为着上帝国做主的工。等地面上的钱财无路用的时，什么人要学落咱？上帝要伫迄个中间将咱接去。第二种的解说，伊讲用不义的钱财帮咱地朋友，这毋是结交哦。第一段是讲要结交天顶的朋友，要甲上帝有好的关系。所以有一日去到天堂的时，来讲上帝啊，人我拢有做真济你所欢喜的代志哦。第二个解说是讲，我用遮个钱财来帮助地面上的朋友，然后遐个朋友是
徛基的，是寄居的，是世间伫遐做人客的，然后伫迄个生活的顶悬有欠缺的，是爱去捡玛纳的，是爱伫因的生活顶悬要讨生活、找生存的，即种的人我要甲帮赞。然后帮赞了，等有一日，我手中的钱财对我已经无意义，我用袂着的时，我等天使将我接入到天顶永远的顶邦。所以，即个钱财做啥物路用？做地面上服侍路。服侍伫啥物人？服侍伫遐个无钱的人的身上。第三种的解说，用不去的钱财帮赞朋友，加做善事。即个所在应该有一个度点啦。我写手记专点一个度点，所以即个是两句：帮赞朋友，加做善事。等我家己将来有困难的时，过去所受过我帮赞的人有钱会生活当伊报恩的时，我就有通食。我毋知影咱敢捌看过一出电影，即出电影是用乌白来拍，伫现在电影用乌白来拍真少。即出电影咧讲二次世界大战，希特勒迄阵咧斩杀犹太人，然后有一个德国的生意人，伊找到一个真好的机会，用上介俗的工钱来请上介聪明的人来替伊做代志，所以伊入去到监狱去找受关受掠的犹太人，有读册够做工会算数的，来成做伊的会计师，来成做伊工厂的领班，来成做伊的设计师，来替伊趁钱。然后钱愈趁愈济，钱愈更愈济，生意愈做愈大，人请了也愈来愈济时，有一日伊雄要将遐个犹太人一个送出去德国以外，因为伊知影希特勒伫迄个中间要甲因杀，用毒气、用枪子要甲因杀死。即个头家还阁咧趁钱，但是伊开始开费伊小看一点点仔的钱，要将一寡伫伊身躯边，伊感觉遮个人实在是真好，无做啥物歹代志，是安那要受到即种的款待，一个用船甲伊送出去到美国的所在，送一个，送10个，送100个，要将遮个人送出去拢爱开钱，坐车爱钱。坐船爱钱，去到美国要互伊生活嘛爱钱。遮犹太人无法度清楚明白即个头家到底是咧做啥，是安那你趁的钱还可以开伫遮个人的身上，安尼你是要安怎趁钱？阮本来是互你叫来讲要来好好管理你的工厂、你的公司、你的财富，要会当钱趁加倍，但是你即种方法袂趁钱啊。所以伫内底有一幕真特别，两个犹太人伫遐咧讲，即个头家到底是巧的还是戆的啊？钱太安尼开，安尼绝对袂趁钱啊！两个人伫遐咧凄凄楚楚，头家一来甲因讲，将搁较侪犹太人叫入来，人已经出去啊，欠人，你搁去将犹太人。你捌的，你的朋友、你的亲情、你的同胞，甲伊叫入来即个工厂，互伊做工，然后头家搁开钱，将遮个人拢总送走。事实的结果就是，有送走的人因活落来，无送走的人最后拢来死。即个头家一直咧做同款的代志。遮个犹太人、遮个管家、遮个工人，一直无法度了解头家到底是咧做啥物。因偷偷甲头家讲：头家啊，你若继续安尼坚持，你继续安尼固执，我甲你警告，你得要破产啊！你的钱拢得要开了。即个头家讲：不要紧，你尽量开。你只要有朋友、有同胞、有你的亲人是犹太人，要走出去的。叫伊来遮，我
互伊有机会会当逃走出去到德国以外的所在。最后，即个头家真正破产，伊的工人来甲伊讲：头家，你已经无钱啊，你的钱拢开了啊。头家甲伊讲：我实在是足后悔，我即世人钱趁了无够，我无法度将恁所有的犹太人拢总送出去。我足后悔，我含万趁钱，无法度保护恁遮个人。敢有人知影迄出电影叫啥物名？辛德勒的名单。即出电影是黑白的，我敢若看一摆尔，因为无才调看第二摆。即个辛德勒后来活真久，伊最后嘛走去到美国，但是伊走去到美国是因为有犹太人帮衬伊，伊拢无钱啊。所以伫电影的内底有一部是遐犹太人，因最后要离开的时，将因身躯的金仔，迄个鸡喙齿金仔破裂，进前为着家己的性命生存所藏的物件，拢总拔落来讲，头家啊，才会互你。真换你爱走啊！你已经去互点名做记号，人要杀你啊！人知影你将犹太人拢总送出去，人真要来杀你啊！你爱紧走。所以，即个辛德勒后来走去到美国。即个故事伫犹太人的社团内底一直咧传，爱会记即个人。所以，即出电影的上开始是有一个人坐着轮椅去互杀去到墓，然后有足侪犹太人伫迄个中间甲伊洗倒下。即个头家袂趁钱吗？会啦，足够收，足够趁。伊知影要安怎用上省的方式，开上少的工钱来请迄个关伫监狱内底犹太人。但是迄个犹太人伊阁是上介巧，会当做过价，会当做工头，会当伫所有的生理场内底替伊拍算。伊袂趁钱吗？会，伊会趁钱。但是伊将伊所趁的不义的钱财，去帮咱朋友做好的事，直到后来的人继续被笑落去。辛德勒伫伊生命中间找到上介大的价值。钱财毋是你的目的，钱财只是你的工具。你爱问你家己。当你有钱了后，你要做啥？当你有钱了后，你会当发挥什么款的影响力？当你有钱了后，伫你四周围的人，有啥物人会当得到利益？真可惜，当来到伫北美，看到一个真好的环境，有真侪人有真好、真爽快的徛起的所在。总是嘛，哪来看起哪来哪少的人有迄种。心内的热情，要为着伊所徛起的土地，要为着伊所来的台湾的乡土，要为着伊家己的信仰伫遐精进好的精进。逐个人拢真意爱去找着家己爽快、真水、真好的所在，总是却袂记得咱活地，咱真正的目的到底是啥？亲爱的兄弟。咱活的目的绝对毋是干那趁钱，因为咱是管家。今仔日你我的差别，只不过是上帝所赏赐你有搁较侪的财富，因为你有管理；上帝赏赐我有较少的财富，因为伊爱我做另外一项事。今仔日上帝将财富放伫你的手中，是爱你好好管理，然后会当尽你的力，要互伊的名得到荣光。每一年，咱拢咧庆祝生日，咱真意爱生日的感觉。但是咱却袂记得，伫每一摆庆祝生日伫遐许愿的时，我今年的愿望甲旧年的愿望有啥物款的无共？我今年是毋是活着比旧年较有价值？我明年要安怎会当比我今年还阁较大的劲啊？你的钱财为着你成就啥物款？有的人无欠钱，但是
甘开，毋甘开伫别人的心上，甚至毋甘开伫家己的心上。我想这是真无彩的代志。今仔日上帝假使用钱财当作恩典束缚伫你的身上，伊爱你好好使用你的恩典，伊爱你好好使用你的才能，伊爱你好好享受上帝赏赐恩典伫你的家庭、伫你的身上、甲你的家庭的中间，你要有欢喜快乐，你要伫迄个钱财中间找到你人生的价值，因为你已经有上介好的工具。你来的目的毋是为着钱财，钱财是你的工具，为着要找到你人生上介大的价值。你来教会有找到你的方向吗？还是干那安慰家己？你来教会有找到你的价值吗？有知影你即世人到底是为着啥物回来？是安那有遮尔济的财富伫你的手里，互你来管理？爱找到咱人生的价值，赢过咱一生的计数。咱会当用咱的财富、钱银来找到一个人，伊到底价值偌济？但是咱无一定会当用钱财来找到人生的价值。主耶稣来，毋是要甲咱讲咱有偌济财富。主耶稣要来做王，嘛毋是爱咱伫地面上来做王。主耶稣来是为着要提醒咱，伫咱的人生有搁较大的价值。即个价值是超越钱财，超越地面上的国家，超越咱伫人甲人中间伫遐计较的财富，还搁较好。将咱所得到的恩典，会当挖出来，成做上帝的阳光，这是咱今仔日所得来思考的。结论来讲，有钱爱安怎？爱开，有钱爱开，然后求上帝赏赐咱智慧，知影有钱要安怎开。你开伫你家己的身上也好。你开伫别人的身上也好，你开伫上帝国的事工也好，拢真好。但是只有会记一项，钱财毋是要互你欠伫落地仔内底，钱财毋是只有要互你干那享受地面上的欢喜，钱财是要互你成做一种的工具，找到你人生的价值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向阮的天父上帝，我伫你的面前，搁一摆向你来恳求。当你未办主耶稣，你的独生囝为着阮来出世、传道、受掠，定是日个的事。主求你，互阮搁较清楚，阮伫地面上活的到底是为着啥？主，你赏赐阮每一个人有真济恩典。你赏赐阮有真济才调，你赏赐阮伫阮活地时，通有好的见证。总是阮伫即个中间，搁一摆向你来求讨，赏赐阮智慧，互阮知影要安怎来将你所赏赐阮的恩典开伫正人的身上。求你大声先赏赐阮家己每一个人本身。通享受你所赏赐阮的每一箍每一仙，互阮伫生活顶悬得到满足以后，阮欢喜向世间人来见证讲，即个上帝是真个我的上帝。搁来恳求你帮助阮，开启阮的心，互阮不止家己享受，也要互阮的亲人三甲享受。搁来，搁恳求你，不止互阮的亲人享受，互阮也看见阮四周围的朋友、阮的同胞，甚至是阮所徛起加拿大即个社会。主求你教示阮怎样来使用你所赏赐阮的恩典，通分享伫众人的身上。主啊，
假使阮若有够价值，互你来使用，求你去赏赐阮一个谦卑的心，互阮伫你甲人的面前谦卑，阮才通看透阮家己，阮才有法度成做服侍人的奴仆，阮才有法度亲像主耶稣一样替人洗脚。主求你伫即个中间赏赐阮勇气，互阮不止清楚明白，阁有气力往头前来行。愿你的名伫阮的中间得到高举。愿阮伫世间所活的日子，无白费你所赏赐的恩典。祈祷、感恩、恳求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